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7，诗篇119篇109到113安尼讲：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，要求我无袂记得你的律法。歹人设罗网要害我，要求我无偏离你的律例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无偏离你的律例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活命的气力甲帮赞，你是阮危难中的避难所，你是阮坚固的石盘甲悬台。主啊，阮一生拢要倚靠你，也要伫你的内面得到安稳自在。主啊，求你互阮除去心中所挂虑的，也放下所有的重担，单单来仰望你，倚靠你，独独用专一的心来注视看耶稣。主啊，面对着这困难甲挑战，阮的性命也不时拄着危险甲艰难。主啊，总是要求阮无袂记得你的律法。歹人设罗网要害阮，要求阮无偏离你的律例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。